马太福音13章。上迄日，耶稣对厝里出去，伫湖边坐，有一大群人聚集到伊遐，伊煞着上去船顶坐，规大群人拢徛伫岸顶，伊就用譬喻对因讲真侪项事。伊讲，有一个夜整子的出去夜整子，伊夜的时，有个整子落伫路边，鸟仔飞来，甲整子食了了；有个落伫石头地，土少的所在，因为土无深，真紧就腐芽。不过日头一个出，甲因晒着，因为无根就焦去。有个落伫刺皮内，刺仔大长起来，就甲因翕死。不过有个落伫好土地，就结实；有个100倍，有个60倍，有个30倍。有耳孔的，就听。门徒来问耶稣：是安怎？你对群众拢用譬喻甲因讲？耶稣应讲：天国的奥秘已经有互恁知，毋过无互因知，因为有诶要互伊搁较侪，侪到有剩；无诶，连伊所有诶嘛要甲伊抢起来。为着即个缘故，我用譬喻对因讲，因为因看嘛看无，听嘛听无，搁袂了解。以赛亚诶预言拄伫因身上应验，恁听搁听，嘛拢袂了解；恁看搁看，嘛拢袂看见。因为即个子民的心已经钝，耳孔重，目睭亏。若毋是安尼，因的目睭袂看见，耳孔袂听见，心袂晓悟，袂回心转意，我就甲因医好。毋过，恁真有福气，因为恁目睭有看见，耳孔有听见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以前有真侪先知甲义人，爱要看恁所看见的。也无看到，要听恁所听见的，也无听到。所以，恁着听，来了解即个夜整子的譬喻。听到天国的信息无明白的，是亲像夜伫路边的整子。迄个邪恶者来，甲夜伫伊心内的整子抢去。夜伫石头地的，是只人听到信息。随时欢喜接受，毋过伫伊的心内定根无深，挡袂久。一个为着信息拄着患难，也是迫害，随时就放杀。也伫刺皮内的，是指人听到信息了后，生活的看路，甲钱财的迷惑，甲所听到的信息翕死，煞背结实。也伫好土地的，是指人听到信息有了解，真正有结实，有的100倍，有的60倍，有的30倍。耶稣佫对因讲一个譬喻：天国通譬喻做有一个人也好整子伫家己的园里，人在困的时对得来，将被仔压伫麦仔的中间就离开，麦仔发出来。出水的时，皮仔嘛发出来。罗卜来见伊的主人讲：头家，你敢毋是也好的整子伫园里？哪会有遮的皮仔？主人应讲：这是对得做的啦。罗卜讲：安尼，阮来去将遐的皮仔扣起来好无？主人应讲：毋好，恁扣皮仔的时。毋拄好连麦仔煞扣起来，互皮仔甲麦仔同做大丛。收成的时，我则吩咐收割的人，先甲皮仔扣起来，捆规把去烧，然后将麦仔收入去我的仓库。耶稣佫甲因讲一个譬喻：天国亲像一粒芥菜籽，
人甲伊提起压伫家己的园里。挂菜籽是所有种子的中间上细粒的，大丛起来，比所有的菜穗搁较大丛，成做一丛树，连空中的鸟仔都来伫树基做寿。耶稣阁甲因讲一个譬喻：天国亲像嫁母，有一个妇人人摕起男伫3斗面粉做火烧，最后规个拢发起来。这一切假事，耶稣拢用譬喻对众人讲，伊无用别款的方式，只有用譬喻对因讲。伊安尼做，是要应验主通过先知所讲的话。我要开嘴讲譬喻，讲创世以来温捌的事。耶稣离开众人，入去厝内，伊的门徒来甲伊讲，请甲阮解释园里的皮仔的譬喻。耶稣应讲，迄个也好种子的是人子，园是世界。好种子是天国的囝儿，皮仔是迄个邪恶者的囝儿，野皮仔迄个敌人是魔鬼。收割是指今世的终局，收割的是天使。伫今世的终局，歹人会亲像皮仔，互人甲伊捡规把，用火烧。人子会找伊的天使来，对伊的国内，将一切互人跋倒犯罪、甲不法的人拢掠来，甲因ฮ็落火炉，伫遐因为天口，家家切齿。迄时，义人伫因的爸的国度，会亲像日头发光，有耳孔的就听。天国亲像宝贝藏伫园里，有人找着，甲伊藏起来，就真欢喜。去卖所有的一切来买迄区园。天国嘛亲像一个生理人，在找水的珍珠，伊一个找到一粒真值钱的珍珠，就去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迄粒珍珠。天国嘛亲像人伫湖里拍网，掠逐款的鱼，网满就拖上岸，坐落来，拣好的放落去桶仔内，歹的迄角。今世的终局嘛亲像安尼，天使要出去，对义人的中间，甲歹人分别出来，迄落火炉，伫遐因为天口，家家切齿。耶稣问伊的门徒讲：这个恁拢有明白无？因应讲：有。伊就甲因讲。所以，大家学习天国道理的经学教师，亲像一家的主人，对仓库甲新甲旧的物件拢搬出来。耶稣讲这个譬喻了后，离开遐，倒去家己的故乡。伊伫因的会堂教示人，因拢真着惊，讲：这个人对倒位得到这款的智慧，甲惊心里的溃烂。伊敢毋是目像师傅的囝，伊的老母敢毋是叫做玛利亚，伊的兄弟敢毋是雅各、约瑟、西门甲犹大，伊的小妹敢毋是拢甲咱伫遮？安尼，这个人对倒位得到这款的智慧甲溃烂？因煞对耶稣起反感。耶稣甲因讲：先知伫家己的故乡、家己的家族以外，一定会受尊重，因为因毋信，耶稣伫遐无行真侪神迹。